如果你问茶餐厅使用最多的食材是什么，排名前3的一定有冻柠茶里的柠檬。以制冰起家的德宝雪场，在10多年前开拓柠檬批发生意，又在2015年首创柠檬切片服务，覆蓋全港18區不同茶餐廳。切片檸檬咧係轉磅重量去賣俾客戶，咁而將頭尾啊、爛啊、唔好嘅全部去篩選咗佢。嚟到我哋廠嘅時候咧，就我哋會首先入咗倉先啦，分咗貨啦，加工嘅過程咧，我哋就首先清洗咗個檸檬先啦，揀晒啲唔得嘅出嚟啦，逐粒檸檬去清洗，再將佢切頭尾啦。再擺入去個機度切片啦，之後咧就去揀啲唔得嘅檸片出嚟啦。經過個自動包裝嘅過程啊，pack 落個盒度儲存翻喺個雪櫃嗰度。咁至於個厚度徘徊喺大概4至5 mm 度啦。呢個厚度咧就客戶有測試嘅時候比較適合啦。因為如果係太薄嘅話咧，你變相嗰個檸片嗰個力度又冇咁強壯嘅時候，又唔係咁靚咯。嗰件事情，南非係最平均咯，無論味道啊、色澤啊，甚至乎果形啊、個大細咧，係即係都幾理想。南非檸檬咧，大概係6至8個月有咯。3至4個月嘅時間嘅空窗期啦，咁我哋就用土耳其啊、埃及啊，以往阿根廷都有少少嘅，咁啊去林林總總去呢啲國家度搜羅一啲比較即係新鮮少少嘅檸檬去提供俾餐廳。如果唔計味道嘅話，計果形嚟講，我哋覺得好似橢圓形嗰啲咧，切出嚟個損耗咧會少啲。難聽講佢係可能切多啲片數，反而圓形咧，佢嗰個角度就可能會用到嘅地方就冇咁多。其實我哋選購嘅過程裏邊咧，嚟之前所有檸檬都係青色，但係就唔係青檸嗰隻果種。咁佢只係將個船運嘅模式嘅過程中間好似香蕉咁樣焗熟佢。好多客戶見到如果係冇咁黃啊鮮黃色，咁佢嘅角度就即係覺得嗰啲係唔靚咯。但係其實味道都係差唔多。拍攝的時候正好是2月，檸檬批次比較差。加上玻利維亞遭逢連續暴雨和水患，影響檸檬產量。陳衍行說，夏天時南非檸檬粒粒鮮黃、橢圓，比較少耗損，味道也比較好。咁我哋香港賣檸檬俾茶餐廳嘅文化咧係即係包生仔嘅。我賣100粒俾佢，佢就一定要用晒嗰100粒嘅。咁如果佢用唔晒嗰100粒咧，佢就要我補俾佢嘅。咁而檸檬好得意嘅，摘佢嗰陣時咧，就係控制咗佢嗰個壽命㗎啦，即係佢唔會係樹上熟嘅，所以佢嗰個即係質素咧就控制喺你幾時採摘嗰個週數嗰度。尤其是夏天啦，5至7月嘅時間咧，南非都旺季嘅。咁呢段時間啲檸檬，我覺得係最好飲。其實3月都有嘅，但係佢開季嗰咧就爭啲。但係你話去到8、9月嗰啲南非已經係差唔多尾水啦。即係如果佢最新鮮嗰個時間，你會飲到嗰種清香啊、清甜啊。咁但係如果一啲產地嘅檸檬啦，嗱一係就冇味嘅，你篤到佢爛晒都冇味嘅，淨係飲到陣茶味；一係咧就苦澀味。你會飲下有陣苦澀味喺個口嗰度，咁嗰啲檸檬就唔係咁好咯。
小小柠檬却蕴含着无尽乾坤，它有着不同来源，历经重重加工，来到诸位食客口中。师傅们用心筛选每一颗柠檬，把控每一处细节，就为了将那极致的品质融入其中，雕琢出触动人心的独特风味。